好，来继续来看云林县长张丽仙就职2周年，全身来体验到风吹长影。虽然来食水，但是伊讲这真正是上了宝贵的一课。啊，张丽仙嘛来典伊施政的成果，讲希望刷落来会当一步一步来实现到云林后一个10年的愿景工程。 云林县长张丽仙要体验风吹假影，也不都开始，因为无食唔拿食水，搁有风旁拖咧行，加在真紧就互人救起来。伊讲真正是上了宝贵的一课。那技术要更加熟练，那你才能够放手一搏。然后，我想这也是人生很重要的课题。 原来张丽仙是出席云林国际风吹假影学校的启用仪式，现场就亲身去体验，对伊就职满2周年，周年活动伊嘛特别点出这2年来云林的进步。你们没有接口支付，没有什么，现在全部都有了。除了有地域科技推动政策，张丽仙讲最近云林县政府嘛头一摆得到有公部门奥斯卡之称的政府服务奖，对县政府团队来讲是一个鼓励。中央部会肯定我们县政府的执政团队，政府服务奖，这全台湾1、2万个单位里面要脱颖而出，也是非常不简单。 唔那呢，云林今年的观光人数是6都以外的第1名，推翻大家对云林的印象。张丽仙嘛讲，希望透过一心二德、3业、4力5大目标加6大价值来奠定未来10年的愿景工程的基础。云林县都不行。